内政部的消息，过来看监察院的消息。监察院无依约规定用这个公务车的事件是有够多，就是讲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义因为使用公务车送狗去做美容，昨清时已经准以外。这个监委王英忠嘛，被平面媒体曝光，坐公务车去剃头毛。针对这点，副院长李鸿钧呢，今日有亲身回息咧，嘛证实讲被人检举的讲乌白用这公务车，这监委包括苏丽卿等人，都经移送纪律委员会去处理。针对民意代表甲北检告讲，这李俊义北检嘛列卡字案伫侦办。监察院监委王英忠红也了讲，伊就是坐公务车到场地巷仔内剔除的这间洗头门店假头章。监察院公务车的证据对秘书长李俊义拖到3位监委。代理院长李鸿钧也亲身回息咧，造成社会种种的纷扰，说声深深的抱歉。秘书长李俊义第一时间就已经向我本人提出辞呈，给予准辞。李鸿钧证实，红野了利用公务车载狗仔去美容的秘书长李俊义清时核准，也有监督红野了的监委王英忠。以及河南营湘北市议员也了坐公务车去看吹气的苏丽卿，甲接上前一位林秀雄，目前有3位监委红上纪律委员会。不是我可以做任何行政处罚，本人行使纪律委员会的行使权，那把有问题的监委就移送。实际上，李鸿钧早就宣布6月初1开始禁止以个人的身份坐公务车。市公监委其实这是首定位专用车有28台，也有一台后首定位专用车，只要无包括李俊义所坐优电特警车。院长现在是请假中，那我就是代理院长，所以一切由我来承担。我们会再做整个的行政检讨。李鸿钧强调，会担起责任，卖检讨派车的相关制度，就是希望会当赶紧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